今日呢條片咧可能會得罪好多發展商，但係為咗幫各位想返珠海置業買樓嘅香港街坊避坑，唔好被割韭菜 ，Alex 都要一次過爆晒出嚟啊！今日盤點珠海爭議最大、最麻煩、最多翻車嘅10個新盤，冇講到嘅大家評論區補充一下，即刻開片。第一，金灣寶龍城，人稱珠海最大夾王商業盤，又叫雅戈爾海景，而家單價先1萬出頭，仲搭埋金灣1中、金灣2小學區，聽落超級抵。但個致命大坑就係寶龍城商業一拖再拖，延期3次，到而家完全都冇影。舊嘅發展商爆雷執笠之後，交俾雅戈爾接手，大物業咧依然係寶龍嘅，管理口碑一般。小區園林好簡陋，用料普通，的確平，但住得唔省心，質感差。預算差唔多，我真心建議揀隔離嘅湖心路，踏實好多啊！第二，萬科海上城市，珠海最經典嘅藍圖畫大餅，業主被割韭菜嘅神盤啊！當年喺濱海商務區吹到上天，賣到3萬幾蚊一平方，仲話要起航空大世界主題樂園，結果呢，配套全部爛尾，樂園直接取消啊！而家價錢直接腰斬，跌到1萬出頭，仲要封盤停售。入邊萬科里商鋪大片吉鋪，冇人流，連雅朵酒店知名餐廳全部撤走。就算後期引入珠海1中嘅學區咧，都救唔返啊！人氣極低，自住唔方便，二手超級難轉手，絕對係珠海規劃翻車嘅教科書啊！第三，時代都會大景，單價8000超平，但口碑質量雙重踩雷。好多人以為係大品牌時代中國，其實係借名銷售、掛羊頭賣狗肉，根本唔係正牌嘅時代。小區頻繁爆出車庫漏水、地基下沉、做工粗糙，一大堆嘅質量問題，而且戶型嘅實量率咧低啊。雖然比起隔離恒裕江山會平一大截，但我嗰句真話，平嘅差價全部係你後期要承受嘅品質坑、維修坑、貶值坑，千祈唔好貪低價亂上車啊！第四，豫州香山首府。市區超級拖進度嘅舊改盤，最大嘅賣點咧就係主城嘅核心地段加珠海9中靚學區，地段書包絕對頂級，但係硬傷超級致命。開發商曾經爆雷，工程進度龜速，建設極慢。原本規劃近100萬方嘅超大社區，起咗好耐，淨係得3棟樓落地，其他地塊遙遙無期啊！容積率高達3.77。塔樓密密麻麻，車位比例先得0.78，非常之緊張。均價仲要3萬幾，完全唔平，只適合一種人，只要市區嘅現樓加頂級嘅學區，完全唔介意兌現慢、社區唔成熟嘅朋友。第五，家人樂府，主城高密度巨型舊改大盤，前身係澳元開發嘅，澳元爆雷咗之後咧，先由山東健康接手教盤。入場門檻2.2萬，聽落去幾抵，但係問題咧亦都一大堆。地塊4分5裂，配套零散，小區割裂，仲係49層嘅超高層3梯6伙高密度嘅設計。周邊嘅界面老舊，好多業主話住出立體城中村嘅感覺。唯一優勢，主城核心，總價低，實用率高。純粹想平價殺入珠海市區先可以考慮。自住舒適度就唔好再強求啦。第六，正方璞悅香山，名校加持，但係偽豪宅加混居大坑啊！手握香山小學加文源中學雙頂級嘅學區，仲係新規高德房嘅戶型，單價3.8萬起，比起周邊豪宅咧平一大截。但佢嘅痛點咧，亦都係超級扎心啊！成個小區744戶，超過一半咧都係回遷房嚟㗎，而且完全唔分區管理，混居非常嚴重，容積率4.1，超高密度，緊貼住主幹道，車流噪音咧非常之大，仲係期房，要等交付。總結，極度貪學區，中意新規大使用率嘅可以搏一搏，追求純粹圈層、安靜改善家庭呢個盤一定要三思啦。
第七，豪園雅居，優點交通出行便利，距離湖心路主幹道咧得200米，生活配套完善，周邊500米咧就有嘉禾城商業廣場，低密度小高層嘅社區，即買即住，現房銷售啊，即買即辦證。但係缺點咧，部分嘅流動咧存在噪音嘅影響，小區部分臨街嘅流動咧靠近主幹道，低樓層受車流噪音嘅影響比較大，對噪音敏感嘅人群咧需要謹慎選擇低樓層。部分嘅戶型咧仲存在滲水嘅隱患。珠海颱風暴雨比較多，部分嘅邊戶低樓層靠山牆嘅戶型咧存在一定嘅滲水或者係窗框密封嘅一個隱患嘅，需要關注房屋實際嘅防水情況啦。8. 西澳灣畔，全珠海最平嘅通關盤，但缺點咧全部都係硬傷。100萬出頭買到拱北70年住宅，8分鐘到青茂口岸返澳門超級方便，好多澳門客咧都心動嘅。但真相係爛尾樓重新改建，周邊泥路未完善，城軌嘅噪音大，鄰近垃圾轉運站，戶型奇葩2梯8伙嘅超高密度。最致命嘅係要等到27年年底先交樓，超長嘅等待期啊！只適合純粹通關自住、短線收租、計現金流嘅朋友，家庭自住追求居住高品質，直接勸退啊！第9，時代水岸海悅灣，產品優點係一線嘅河景，有4星級酒店坐鎮。項目掛名時代，實質上咧係本土細發展商掛羊頭賣狗肉。92年攞嘅地，到依家為止，住宅地年限只剩低38年。項目屬於偏高嘅容積率，採光同通風咧都麻麻嘅。公共空間同園林綠化基本屬於3無產品，冇小區、冇綠化、冇配套，只有部分嘅河景房為噱頭。戶型嘅得房率咧基本係80%左右，係舊規嘅產品。實際嘅使用面積相對其他樓盤低。交通高峰期嘅時候咧，容易塞車。最後呢個小區咧係屬於白蕉，而唔係湖心新城啊！揀呢個小區要注意啦。第10個華發香山湖1號，產品力頂級，但係變數最大，賭性最高。主城4代宅嘅天花板，得房率去到101%，專梯入戶豪華會所，產品力幾乎滿分。3大心病，位置偏香洲邊緣。27年先交樓，學區未定，仲鄰近青松園，規劃路噪音干擾，及接受唔確定性，超級鍾意超高得房率4代宅居住模式嘅高端改善買家。今日一次過爆晒珠海10大爭議盤，而家珠海樓市早已經唔會普漲亂升，平盤多數咧都會暗藏大坑，貴盤都未必有高配，創新嘅戶型一定會伴隨風險。規劃藍圖90%都兌現唔到啊！買樓從來冇標準答案，最緊要睇清楚自己嘅核心需求，接受底線，多實地踩盤，多核對數據先好落訂。如果你係港澳朋友，準備返珠海買樓，怕踩雷，怕被割韭菜，揀唔清盤，可以揾 Alex 傾，1對1幫你篩盤避坑，匹配最適合你嘅房源。另外，我整理咗珠海全片區嘅避坑指南，想要嘅可以私信我。咁今期節目就到呢度，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